自從智能電話同埋平板電腦興起，觸控屏幕咧就成為咗生活嘅一部分。但如果觸控技術唔再局限於平坦嘅屏幕，應用上又會有啲咩突破呢？美國有學者咧發明咗一套技術，可以將任何表面，甚至咧係凹凸不平嘅曲面，都變成觸控嘅媒介。要控制呢支電吉他嘅聲，唔一定要靠弦線，掂一掂吉他殼都可以。因為成個吉他殼嘅表面都係觸控面板。雖然觸控屏幕已經大行其道，但係觸控面板就冇被淘汰，只不過面積一般唔大。因為觸控面積一大，成本就會好高。另外，觸控亦都只限於平滑表面。如果能夠突破呢啲限制，觸控技術仍然有好大空間。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嘅學者就示範咗一套低成本嘅可行方案。先喺任何想用作觸控嘅表面噴上一層導電噴油，然後喺邊界加上多個電極，量度電壓分佈。之後只要觸碰表面，透過電壓嘅改變模式，就可以推算觸碰嘅位置。呢個方法唔需要壓力感測，可以低成本咁將任何大範圍面積變成觸控嘅面板。冇咗面積限制，甚至可以將成幅牆用嚟觸控照明系統。敲下幅牆就可以開燈熄燈。手指一劃就可以調節光暗。另一方面，好似呢個腦部教材，就算唔係平面，而係凹凸不平嘅表面，甚至係曲面，一樣可以變成觸控媒介。再進一步，甚至可以將導電材料配合 3D 打印，令到成件物件都可以觸控。學者就表示有意將新技術推出市場，但係要先研究物料嘅耐久度，以及確認觸控嘅準確度會唔會受其他電子設備干擾。